李志宏爱听，好教嘛？好教，啊，过一阵讲较早对嘛？对哈，好爱听。好，那我们扎稿再玩一次好不好？扎到一次好不好？好吗？好，来旁边的小朋友给他们拍拍手，这边的小朋友起立。好，举泡泡树，爱听，给他们拍拍手。他们好厉害，都抢到位置，现在要重来一次咯，好不好？你们想不想玩？想，那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全部的小朋友去拿椅子过来，那4个小朋友拿椅子。